然後呢個蔓越莓乾，然後還有櫻桃乾，櫻桃乾，哇！呢個酸酸甜甜咧，加落啲 nuts 嗰度好食，加落頭先個 nuts 嗰度啊，對，間嘅呢個果仁啊，十果仁咧加埋一齊咧，好好味。跟住呢一個咧就係葡萄乾，好大粒，好大粒。對，無籽的哈，係冇核嘅。櫻桃黑櫻桃，哇！呢個貴嘢，酸櫻桃，呢個貴嘢，它是酸櫻桃乾哦，哈，酸酸的，但是它是有鹼性物質。蔓越莓我而家吞落去咧係靚嘅蔓越莓，呢個係櫻桃。對，我們櫻桃乾的包裝是長這個樣子。然後櫻桃乾包裝，那其他都是用公版，就是我們的這個 Crazy Bear，它是很酸哦，它有點酸哦。正常啊，酸酸甜甜咯，因為你車厘子都係酸酸甜甜噶嘛。是，Blueberry， 四個莓都好有益。它這個就是有放花青素哈，可以加落你哋嗰個果仁度真係一流，幫助眼睛配食。你睇四個都好靚啊，都很好，都很好，這是國外的哈，都國外的，美國跟我們智利產地。咁無論係金袋又好，定係彩色袋都好咧，唔知嘅，睇翻佢哋。生產部好冇？係啦，因為過年咧佢哋好緊張嘅，其實佢哋啲訂單係排得非常之滿。